房屋局小欖簡約公屋項目有23支連接核心牆嘅撐板螺絲被擅自剪短。項目位於小欖樂安排。建築署上個月30號巡查嗰陣，發現4、5樓有23支螺絲被擅自切割，即時要求暫停工序，並將涉事撐板重新安裝。署方話建築物整體結構安全，只係涉及小部分撐板螺絲嘅工序，同組裝合成組件以及技術無關。初步調查係分判商工人將螺絲剪短，已經被承建商解僱。樂安排用地前身係海水化淡廠，喺1982年停用，前年劃為興建簡約公屋，提供4200個單位，最快出年第3季完工，由安保以及進和負責。署方話已經向承建商發書面警告，並要求提交修復方案以及承擔全部費用，保留追究權利。